应该不会放弃的哈啊，大家很自然的，那么看看这个情势怎么变化嘛哈，因为应该大家都是有共同要为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来努力的一个目标了啊，所以这个大家不会放弃啊，对对由3个不同的领域的人呐，要来磨合的话，当然不是一切都那么顺心，但是呢只要大家有心啊，这个融合的事情啊，应该会逐步的达成。所以还没破局？没有，所以阿丹今天不会因为一件小事就破局啊。但今天是确定今天啊，明天好，明天呐，明天是不会的。对，因为明天我们那个中部有一家试验呢，要这个动土，那它动土的时间是看时的，是看9点到10点，啊，所以这个中间我如果去桃园再赶过去的话，因为动土的地方是在外埔就是在大甲附近。所以你坐高铁也不是，开车也不是，就可能误点，可能误时了，我原本打算到桃园去的停留时间就要20分钟，那这样可能太赶，所以不要以为这样子好像就是3轮啊，就是好像有不愉快的这样一个安排。事实上不会的这个社会各界去公平就好了嘛在这方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有体谅市长的心嘛他到国外去总是有他的娱乐嘛，有他的这个休闲的时间嘛。韩国瑜预计他的国政顾问团会有张善政当召集人，不知道院长是会怎么看这个？很好啊，张善政先生他是当过科技部长，当过行政院长，他当然综合我们的国政应该他是很理想的人。所以我们祝福他，做得很好，帮助韩国瑜先生来竞选。好 ，OK 哦。抱歉，那个之前柯文哲有比喻说你是狐狸，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说法？我说我是人嘛，那么这个人就是要有智慧要有稳健的作为，那么一切呢？都是要有善念，那这个人就是人，你等一下听听我们看怎么讲，我们今天主要是强调以王道跟中道要互相来这个等于荣耀，而且来发展，应该中道与王道要结合，所以我今天要谈的就是王道。就是一个治国的一个原则，中道是为人处事的一个准则，这2者呢，都是要互为贯通，互为这个互相支援，所以我认为中道的精神要包括儒释道3教的核心精神，那王道精神就是要包含这个所谓儒家的政治要走中道，经济要走正道，然后社会要走公道，这3道这是我们行为处事的标准。那呢王道就包含这3项事情，所以人就是人那呢能够用人的最高极致的准则来治国这才是国家的一个这个福气，也才是人民所要支持的一个对象。他用狐狸来形容
有什么好生气？他讲的一定对吗？啊，他又不是神啊，所以这个大家一笑置之嘛，人就是人，人有的行为的思想理念，还有他的这个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这一点点事情就是要以为意的话，那将来怎么做大事呢？所以行事一定要稳健嘛，要充满了智慧，而且一定要以善念为出发，然后达到一个善果好的一个追求成果出来，这才是真正要来治国的人嘛。所以我那天晚上跟他聚起呢，从头到尾我都跟他讲治国的理念，我从来没有提起什么这个选总统副总统的事，没有。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了解好，很多人讲的话不一定都是依照当时的这个事实讲出来，我想那是他个人的想象